你平時咁忙，點解都可以去舉辦到咁多咁有意義嘅活動咧？都係時間管理啦，跟住同埋為社會服務都係即係我自己一個生命嘅一個 mission， 即係一個目標嚟嘅。Hello， 大家好，我嘉榮啊，今日嚟到香港嘅銅鑼灣參加香港幼兒扶輪社嘅一個公益活動，咁係一個正念心靈樹屋嘅活動，咁係好多嘅學生啦，用一啲環保嘅材料去設計整一啲樹屋出嚟嘅，咁樣咧參與呢個評選嘅評判咧係好多好專業嘅人士，咁我哋而家一齊去睇睇。咁好多謝大家。咁啊，活動現場咧係非常之熱鬧啦。即係可以欣賞我哋啦，之後可以即係評分我哋。呢個係一個簽到處。咁我哋呢個設計咧就融入咗。我都要用樹葉嚟簽到啊，樹葉嘅概念。咁啊，設立翻呢個主題樹屋啊。功能嘅咁可以喺入面啦，都可以定使用者可以減壓啦。咁同埋亦都有。好緊張，唔仔。係咁都係好多謝主辦單位舉辦今次嘅活動啦。咁我啲同學咧就好 enjoy 嘅過程裏邊，咁就有中一、中二、中三嘅同學咧都係好細個小朋友，咁有咁多機會俾佢哋發揮佢哋才華。咁其實嚟到我見到都係好多我想象唔到嘅嘢嘅，佢哋諗嘅嘢咧真係可以話咧即係 think outside the box啦，用一啲環保嘅材料咧去設計翻一啲樹屋出嚟。咁啊，希望佢哋咧一路 keep 住呢一份創意咧，就將來為社會作出更加多嘅貢獻。多謝，非常之有意義一次恭喜晒，多謝晒。咁亦都係啦，咁咧可以將個作品帶起台左嘅位置，工作人員幫忙。好啦，咁我哋又嚟睇下同學仔嘅作品先。好啦，咁嚟到最緊張嘅時刻啦！我哋而家邀請國際扶輪3450地區前區總監何宇翔醫生上台為今次嘅比賽冠軍頒發獎座同埋現金獎港幣10萬。有請何醫生。紙皮啦。咁緊張嘅時刻呢，我決定將呢個公佈咧交俾何醫生，好嘛？OK， 好啊。OK。冠軍獎咧係嗇色園主辦可遇中學暨可遇小學嘅作品，請呢個同學仔同我上嚟，同埋老師上嚟。係佢個分數咧，我哋睇到得獎分數係505分，有吊床，好嘢。咁評委咧亦都係啲好，咁非啲人都係常之專業帶同你哋嘅嘅專業人士。作品上台一齊領獎。好開心，同學仔領獎。哇！真係好靚啲樹屋。好，咁工作人員。咁我哋睇到呢啲，好似係啲木棍定係雪條棍，經過咗清嚟洗之後，idea 係非常之好嘅，跨越繁忙，抵達自然。華沙園嘅同學仔好有心，呢啲都係佢哋自己攞木棍咧上到顏色咧做嘅一個屋頂。同埋包括下邊呢個屋檐啦，咁我哋可以睇睇啲獲獎嘅作品啊。今日其實睇到每一個作品呢，同學仔都係非常之用心。好，咁幾位可以企到台中間位置。同時有請陳雪麗女士即係對居住咧，佢哋係好有佢哋自己嘅一個想法，好有自己佢一個理想嘅。佢除咗精細靚之外咧，仲係環保啦，草地啦，包括呢啲石仔啦，係咪有唔同嘅一個層數？恭喜晒冠軍！咁亦都係留一留步下，同我哋好值得欣賞。其實除咗係一個環保屋之外咧，其實亦都睇到佢哋內心咧對生活、對居住一個理想嘅追求，咧非常之寫意。喺屋嘅旁邊呢個陽台咧，仲有啲台凳嘅，
最主要追求翻一樣嘢，仲要環保仲要環保。其實每一份作品真係感受得到同學仔一個用心。咁當然啦，仲有嘅一啲就係一啲理念呢個係要佢哋設計嘅，同埋評委先知道佢哋呢啲係一個咩理念啦，同埋乜嘢嘅節能啦，乜嘢嘅環保理念、環保設計攞一個紙皮箱都係紙皮箱做，佢哋呢度入邊係有環保理念喺度。咁呢一個設計，呢一個真係設計方先知道，設計者先知道佢個理念係乜嘢，因為我只係目測得到。非常精彩，大家俾啲熱烈嘅掌聲，嚟啦！其實我想講好多謝主辦單位今次有機會俾啲同學仔去展示下佢哋嘅。咁其實呢度咧都係一啲環保嘅設計嚟咁具體佢嘅用途，佢理念中呢度應該係太陽能，呢度應該係太陽能。所以你見到佢喺上面咧有啲蝦碌嘅搞笑嘅。咁見到好多綠色嘅植物係真係佢哋應該係佢哋對居住嘅一個想法啦，同埋追求啦。咁另外咧，啲藍山呢一個裝置咧，我哋其實喺學校咧，一個叫做貧困輔導室裏邊咧，其實係整緊一個1:1嘅一個裝置出嚟嘅，其實係啦。咁已經搭建咗一個支架啦，跟住然之後一啲嘅木板已經砌咗㗎啦。咁只不過我哋爭咧整中間嗰個嘅包括佢哋啲作品咧，有啲咧已經喺學校係1:1做緊出嚟嘅。係啦。咁擺咗喺貧苦室之後，其實喺學校嘅一啲嘅同學仔或者係甚至乎係老師，我哋一有大壓力，我哋都會閂埋喺個房門入邊大嗌好大壓力咁話唔定都會有嘅。其實係啊，咁所以希望都好似同學仔咁講啦。呢個裝置其實除咗可能喺學校用得到之外，會唔會可以喺其他地方商場或者係公園甚至其他每一件作品咧都睇得出感受都係非常之用心。一啲嘅人去使用去減壓，令到我哋呢個社會再開心啲，再舒暢啲咧咁。非常之正能量。好，咁多謝大家先。都係希望減壓啦，令到社會更多美好和諧。你嚟啦，不如好嘛？你最熟啦。OK， 好，交俾同學。首先咧，我哋一開始都諗咗好多個名，但係我都覺得啲名都唔太啱呢個設計啦。跟住咧，我就揾個詞語啦。跟住咧就突然之間發現呢個詞語啦，跟住感覺，跟住就睇佢意思啦。佢本身個意思即係話，好細間地方啦，但係都會有好多啲花草樹木人流連忘返啲景色啦。跟住咧就諗到好似就我哋呢間咯，呢間心靈樹屋。本身就好細，但係入邊都好靚咯，算靚。不過比起其他人都有啲渣。好謙虛呢位同學仔，但睇得出佢嘅設計係非常之好。一個減壓嘅理念。包括佢哋學校1:1已經做得出嚟。設施好，多謝晒，咁亦都係請留一留步嚇。咁咧我就聽到陳社長啦，同埋羅女士啦，都分別喺度講，今次嘅作品好多都係好 impressive 同埋好精彩㗎。咁呢個時間咧，邀請冠亞季軍影張合照好嗎？咁亦都係邀請陳雪麗女士同陳婉儀女士上台陪同，請工作人員幫忙。好啦，咁而家就係冠亞季軍上台啦，睇睇今次評選一個作品嘅冠亞季軍。好，咁而家咧邀請埋主禮嘉賓上台陪同，大家俾啲熱烈嘅掌聲。好，咁大家可以望一望台前嘅正前方。
咁我哋一齊大家過多少少添。好，咁大家一齊向台右企一步嚇。好，唔該晒，好準備。係啦，個季軍獎喺嗰個牌係啦，啱啱去反光係。好，嚟1、2、3，企定好，嚟第二張。係啦，再喐多少少個季軍嗰個係啦。好，唔該晒 ，thank you。好啦，呢邊仲埋少少，揸個人情。今日咧真係好高興咁嚟到節目嘅尾聲啦，咁啊由會長 Kitty 咁啊總結一下今次嘅呢個都唔使講噶啦，即係見到你哋話今日啲作品啦，渾身解數去解説你哋嘅概念，令到我哋都大開眼界，都令我哋好鼓舞。咁其實今次嘅比賽目的咧，其實實現咗我哋香港若然扶輪社成立去創呢個社嘅一個初心，係用創意藝術咧去提高社會對於大眾對青年一代嘅心靈健康嘅關注，用愛咧係關懷我哋下一代。近年嚟，我哋每日打開報章，咁都見到好多負面新聞，咁咧令到係我哋都好痛心係嘛？尤其是咧係咩咧問題啊？學生嘅情緒問題。相信在座嘅老師、家長、社工都會咁同我一同係身同感受。今次舉辦呢個比賽咧，希望年青人話俾我哋聽，佢哋心裏邊一個平靜、開心同埋一個和諧嘅理想世界，其實係點樣嘅？咁等我哋可以認識到小朋友嘅內心感受。藉今日嘅機會咧，我要多謝好多前輩啦，同埋朋友。因為今次嘅比賽真係有賴社會各界人達嘅支持。咁咧，首先咧就係我哋勞苦功高嘅評審團，可唔可以借大家嘅掌聲俾佢？咁佢哋都係社會事業嘅精英，係工作好惡好惡，但係仍然咧佢答應擔任今次嘅評審。喺較早之前咧已經先後咧審閱咗第一批嘅入圍作品啦，而且一直咧係俾咗我哋好多寶貴嘅經驗同埋意見。然後咧，佢哋今早開始咧，一早已經係花時間咧，係面見每一位同學，選出今日嘅得獎作品，咁好辛苦嘅呢個工作。咁有一位評審更加咧，係琴晚仲坐咗10幾個鐘頭飛機趕嚟今日嘅活動。為咗關注呢個青少年啦、兒童啦，佢嘅心靈健康啦，其實大家都好用心，咁啊好多嘅社會資源啦，無論係扶輪社又好，定係好多社會各界人士又好咧，專業人士又好咧，佢哋都好認真咁去對待。所以係咯，其實好似啲同學仔咧做出嚟呢啲作品咧，亦都係反饋翻啦佢內心嘅一啲感受同埋一啲創意。阿 Steve 咧，佢係一位好好嘅顧問。喺今次舉辦呢個活動咧，其實佢係提議我哋不如用心靈樹屋呢個咁別開生面嘅一個題材。了解一下，傾一下佢嘅好多謝你哋。好啦，咁啊，主持人咧都好忙啊，負責人嘅話，我哋揾佢傾兩個偈，咁節目差唔多尾聲。Hello Kitty，你好啊，恭喜晒，恭喜晒，唔好意思啊，唔緊要。招呼唔到。今次好有意義嘅一個活動喎。係啊。你平時咁忙，點解都可以去舉辦到咁多咁有意義嘅活動咧？都係時間管理啦，跟住同埋為社會服務都係即係我自己一個生命嘅一個 mission，即係一個目標嚟嘅，係咯。其實你當時同我講嘅時候咧，我係唔明白、唔了解個活動，但係嚟到之後咧，通過佢哋嘅好多嘅作品咧，即係感受得到。唔單止話從環保嘅角度，其實去感受，放個心落去感受佢每一件作品咧，係感受到佢哋用心去做，對居住啦、對屋啦，同埋對環保啦、對好多未來嘅理念啦、生活嘅一啲困難嘅解決啦，都有佢哋嘅好獨特嘅想法。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活動真係好有意義。多謝你哋嚟支持。係。咁啊，希望有更加多呢啲活動啦，可以幫到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咁啊，亦都唔阻 Kitty 先嚇。唔該晒。係 OK，好，咁我哋今期嘅分享咧，亦都到呢度，下期再見，拜拜。